5年前咧，火炬呢度誕生咗我哋超高上率嘅樓盤，可以媲美我哋依家現今當下最火嘅第4代住宅嘅上率。呢度曾經賣到2萬幾一方，依家降價促銷啊，只需要6000到8000蚊一方啫。呢度就係我哋嘅後箱粵景灣，博愛路旁5分鐘直達我哋深中通道東出口，步行即達我哋公交站3公里內啊，到達我哋嘅太陽城醫院一站式配套。上到嚟我哋120方嘅示範單位，贈送面積差唔多50個方喎，足足160個方，4房改3房嘅示範單位，裝下全家人嘅偏。推門見通透，南北通透戶型，陽光從我哋嘅陽台貫穿室內，從我哋嘅後陽台穿過我哋嘅餐客廳到我哋嘅前陽台，竟然長達11.8米。戶型實用嘅質感都藏於細節入邊，廚房 U 型佈局，洗切炒動線流暢，多人幫忙煮飯都唔使擠逼。餐客廳一體化設計，用陽光鋪滿生活角落，中廚在內，西廚在外，朋友聚會、家人圍坐都唔使局促。南向8米乘2米闊景陽台，唔止係晾曬區，擺上藤椅茶台，視野開闊，攬清風與陽光，框住青山。小陽台全部贈送俾你，對面就係太陽城同埋華佗山公園。陽台係觀景嘅小天地，傍晚睇日落，晨起聽鳥語，寫意又自在。客廁乾濕分離，朝早同屋企人洗面刷牙都唔使排隊。120方唔浪費每一寸空間。入到我哋嘅正區，3間獨立房間，每間房間採光都在線，即使係我哋嘅小臥室啊，都唔會昏暗，擺得落我哋1.5米床衣櫃，仍有好大嘅活動空間。主人房帶獨立衛浴，步入式嘅衣帽間，俾足主人足夠嘅收納與私密空間。主人房呢個咁大嘅洗手間啊，係全贈送俾你嘅，係可以擺得落我哋嘅標準浴缸嘅。另外啊，我哋呢度仲有85方、90方嘅3房，精裝無批，任君選擇，單價6000到8000左右。從2人世界到3路同堂，呢度每一處設計都為咗住得舒適而來，細節裏藏住舒適，呢啲先係家嘅模樣。5棟低密度住宅區，超低容積率嘅舒適尺度，滿滿都係生活嘅鬆弛感。有興趣嘅聯繫我telephone啦。